大家好，我係三索。今日5鋪104張番鬼更新嘅。第一鋪紅中變，隻花牌代替今鋪嘅紅中唔係真嘅鬼啊！而家碰咗打出去，咁而家再入隻都唔叫糊。好啊，唔知喺邊度扯隻鬼返嚟，咁而家挨張叫糊。好，叫糊啦，咁叫我258索啦。即叫即食，開二獎碼，每位14分。第二鋪一帥鬼，摸上一砍發財，好環境喎。而家再碰隻叫糊啦，二同碰啊，叫糊1、2、4、5索。上家坐穩，真係好穩喎。咁我隻發財同上家嘅4同係無數嘅。花牌自摸，開二獎碼，每位13分。第三鋪北風係鬼，咁而家直接拖牌8索啦。再轉叫對碰拖6筒，即轉即食，中9隻馬。第四鋪一同係鬼，北風跟上咗上家，先賺1分。對家靚女有啲唔舒服，最近大家都要多啲注意身體啊。而家叫糊啦，6、9索同埋卡窿7筒。赤花牌係1筒，唔係真嘅鬼啊！摸鬼自摸，中7隻馬。最後一鋪5筒係鬼，好靚啊隻9索。
魔鬼仲靚啊！連摸兩隻鬼，咁而家叫糊啦，兩個69。綠手指魔，位7。